拜的准备心来敬拜主，大展会是。来，咱就是靠上帝，真是用钱无体，真心阿妈付出来听，你去人做为正，行行难着拄去，阿妈不停对起。上帝在咱一切苦难，因你体贴帮助。安静来敬拜主。兄弟平安。这时主日礼拜要开始，请关手机，也是甲调整伫震动，安静心来敬拜上帝。
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时，咱用圣诗26首，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来称赞伊的名，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透早阮就要感谢学老你。当阮开始学老你，就要进入你的同在。阮要谦虚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降落平静阮的心。阮要甲家己全人全心交予你，献上心灵诚实敬拜你。伫你的同在内，愿的负担甲重担，拢要交予你。你的应允从来毋捌改变，你的信息何等伟大！阮确实每一个人拢伫你的手中，你永远袂互阮失望。感谢天父。我嘛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你赦免阮伫心灵软弱时所犯的罪过，赐予阮有敏锐的心，察觉阮心中隐而未显的罪甲想法，也帮助阮会当愈来愈亲近你。恳求天父掌权保守，全球气候造成的天灾人祸。为伊朗、叙利亚甲以色列的冲突、俄乌战争、缅甸内战会当早日结束，为缅甸大地震受灾灾民甲复原，所有受难受苦的百姓得到安慰扶持，帮助带领教会宣教事工、社区弱势关怀、释教70周年献堂，保守教会兄弟并得到医治。特别要为着林云晨姐妹会当早日适应阮
属灵的大家庭，林永学姐妹家庭美满，工作胜任，职场会当做光做盐。江淑敏姐妹会当伫平安喜乐的灵出入蒙福。中华美长老四架有够用的稳定服侍主，会当阁照顾先生。胡宏恩、邱百恩夫妇会当输落有够用的稳定来照顾乡亲。林素儿姐妹手术平安，早日会当恢复健康。即时求你拍开阮心内耳孔，听见你透过牧师对阮要分享的信息，成做阮的智慧甲帮助。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启用文20篇，也就是诗篇90篇，选着我来读，兄弟来引。做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咱的避难所，众山也袂受造。做声。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做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做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请人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今仔日有2位。第一个是诗篇90篇第10到12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7到8节。我先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读。
第一个诗篇90篇10到12节，阮的岁数不过是7节，若勇行通到8节，阮会当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茶杯，10000年久就过去。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第二位，提摩太后书第4章7到8节。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伊的花冠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毋但互我，嘛要互拢总羡慕伊显现的人。愿上帝的话诚侪咱的智慧甲帮助。即时主日学要带咱来学习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罗鲁。愿一切水的歌声得到上帝欢喜甲感纳。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郑宪仁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人生75，将时间交予牧师。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因为来到咱的所在，若无讲即句话，讲我说袂通。头拄来回友甲讲，真久无看到你哦，我有影真啊真久啊安尼吼。昨就来到咱宜兰，
老实讲，大家讲今日好天，事实上人生就是安尼，念为好天，念为落雨，毋是你会当决定。定这个题目，搁是我的见证，所以大先先看影片。后呢会忝袂？会啊，就是会。我感觉今仔日暗时咱台湾甲日本的比赛一定足精彩。我嘛感觉足精彩，我感觉即摆台湾队一定会赢。不过我的同学拢讲台湾队足烂，我足生气。不要紧，咱虽然无法度控制别人会当讲啥话，但是咱会当控制咱家己，为着迄个更较要紧的目标，努力打拼，对无？我看即摆伫网络顶面遐唱衰台湾的人，毋知要安怎讲啊？其实我过去嘛甲因同款啦，咱台湾队出去吼，足侪拢是拍输的啊。但是后来我嘛想，有时阵吼，咱伫遐批评，并袂加添台湾队会当得到冠军的机会。所以其实咱真做有信用的人，咱毋免听遐其他物件，咱就做伙甲因加油、甲因鼓励，安尼就会使。咱再来看菲律宾书第1章27节，独独恁件代志，着合伫基督的福音。互我检察来记着恁，也是离开恁，会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生为着福音的神相甲出来。你看，其实咱即摆团保基金会的网站拢嘛新的啊，而且有真侪真水、真优质的节目伫顶管，包含即个美好角中的绘本，真适合咱的囡仔。而且佫有即个上新的喃喃自语，邀请陈兰洲牧师来甲咱来分享圣经的内容，以及咱看到咱佫有针对即个族群无共款母语的圣诗，伫即个所在咱有制作这真水的即个圣诗的部分，会当帮咱无相款的族群会当来流传因真水的即个旋律，甲因的母语。咱逐工嘛有即个总会所出的每日情眼光，要通过教爱教会刘俊义牧师的努力，互即个每日情眼光对文字变做是线顶，互逐个人通过即个媒体的播送，拢会当送到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手机仔内底。确实是甲因阵无相款，而且是愈来愈优质的节目，佮有遮影片会当来分享甲欣赏。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过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看见媒体的力量，所以咱有一个真水的梦想，就是想要通过经营电视台来播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这个梦想离咱愈来愈远，因为电视台的经营唔单单是需要真大量的资金，也是伫今摆这个时代。有真侪的窒碍，虽望是安尼，上帝有缘为着团保基金会开一片新的门。现在咱伫厝内无的确拢有电视，但是一定有会当放影片的手机啊，或是 iPad。所以咱的机会来啊，咱有机会通过专心来制作好的影像，共款。也会当完成传福音的梦想。咱会过去，亲像伫2024年前往日本要拍野球比赛的台湾棒球队同款，有真侪人真无看好因，总是当台湾队伫日本
得到胜利了后，毋敢若是伫顶悬咧拍球的人，坐伫台仔骹的人，以及咱做伙伫边仔咧画加油的人，拢共款得到荣耀。所以伫即点，也要诚恳来邀请你加入媒体宣教的行列，为着传播基金会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毋望媒体宣教的路，咱做伙为主得到荣耀。谢谢。你较注意他多即个影片，伫传播基金会、武王教会的牧师，也是即阵基金会董事长。伊用即个影片是旧年咱的棒球队，老实讲，Team 台湾，这台湾队哦，互人看足无的。总之你若知得到冠军，你就知，大家拢活过来。好，迄阵咱枪也抓袂牢。同款啊，大众传播基金会、新安公电视台，哈，看衰啊！啊，欠几啊亿安尼哦，我要倒去啊！真正恁兜的电视啦，开有迄落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个新安公电视台，我请你啦，因为绝对开无的啦。总是头拄讲一句话呢，无手机仔的人请举手。你看，大家拢有啊，所以这就是机会啦。机会就是手机仔内面，你着我着，咱头拄周报内面有即个物件。这是传播基金会遮尔多的资料，有即个物件，啊，伊直接你干那 QR code 甲扫落去，啊就出来。兼在你讲啊，我年纪遮大，啥物苦咯，我拢毋知啦。干那会晓讲人人生足苦的安尼尔啦，啥物苦我也毋知。毋过，即个所在你甲知影讲，这是媒体功能，啊，咱当然礼拜的中间。周报显开了，看到红艳地会友拢学做讲错咧等啦，因为过来要无关啦，因为真久无来吼，啊，若拄仔来甲咱加减安尼50、100拢袂要紧啦，啊，若1000，阮感谢啦。定即个题目，头一个是头拄有读4篇90篇。你我的人生年日怎样？基督徒的人生是一种信仰的旅程。咱咧行天路，跑走天路，老实讲野生啦，背十字架足艰苦。顶礼拜什么节？我较早恁会记哩安尼，我想讲过偌济都过了都无去安尼啊。过活了后的第一主日，多谢林牧师安排开放，互大众传播基金会来请安。你较注意。通过国外了后，即种国外的主伫咱的中间，多谢头拄主要显示路了，行十字架即条路，行各各他即条路，无简单啦，不易的路啦，毋是一条容易的路。我早起来看一下，我哎呦，啊，都主要显示咱的生活队拢安尼，咱穿啊遮整侪安尼，是讲有啦。礼拜前有遮个唱歌，拢有因的节目，尽本分因的角色。伫人生的路程的中间，咱常常咧想，你我是虾米款的基督徒？你是虾米款的基督徒？北京有一句话，叫做教友，啊，咱毋是咧，咱拢讲会友，南洋教会会友。咱无讲教友，因为教友哦，北京有叫咧，叫做有教就有来，叫做教友啦。啊，没有教就不会来啦。啊，所以哦，咱来做礼拜，绝对毋是教友，咱是会友。4篇90篇，头拄读的4篇较启蒙。一句话甲咱讲，我的岁寿年岁不过是70，若是勇行通到80，请问。超过70岁的人，请举手。好，放落来，你们是属于 LKK 的啦，老岁啊，超过70，那是永足通到80。
所以伫这年岁过程，70、80，老实讲哦，这个岁月安尼咧过哦，有时哦足唔甘愿的。哈，一下子这么老了。我会记我开白内障开刀，70几岁去开这个白内障。医生第一句话甲我讲：“啊，你白内障。”我甲印象你知道，白内障敢毋是老大人咧得的？伊考虑得很贵，你73岁不算老人家嘛？我就讲我做少年的呢，白内障敢毋是少年的，老大人咧得的，了影是怎话？人生就是安尼，所以生命毋是代志长短。诗篇90篇摩西祈祷12节讲一句话：安怎算家己的日子？对年岁较大的人哦，足不爱算家己的日子，或者日落西山。搁说了一句我无讲安尼。所以你就知影讲，真的日子已经近了，尽本分了，体力、年龄、喙齿、记忆，逐项拢衰落。人生那是不过是70，勇行通到80，总之这句话算家己的日子，不是长短的问题。长短不存在，是变怎借着你的内容来伫人生表达生命的价值，值得你我咱去伫遐深思，咱去思考。天华大护书第4章第2节。伫遐讲，无论得时不得时，拢伫遐尽本分传福音；得时不得时，就是你都爱去尽本分，各尽其职。无论是基督徒啊，毋是基督徒，拢看人生是一种旅程，生命的历程。人生75，我开始要来见证这个人生75。2023年2年前。今年是2025，2023年的5月2日，迄天我生日，一个单位打电话给我，电话师，5月2日拜托你去倒一间教会请安报告好无？你知影我第一句话甲印象，迄天我生日呢，哇！对方甲我印象，生日敢免做礼拜哦。你懂吗？哦，我想讲我生日偌大呢，迄天我生日呢，我生日免做礼拜啊，所以后礼拜你无来做礼拜，跟我无关系啊。你甲牧师讲啊，我生日呢，定牧师讲生日免做礼拜，我无讲哦。生日敢免做礼拜？哦，对。我就去做礼拜，我去甲代表请安。迄天2023年。5月2日，我满75岁。为什么我定这个题目？50岁生日的时阵，无代无志，教会青年甲牧师祝生日，祝生日你知影讲，就唱生日快乐的歌，切健歌，健歌唱带都爱创啥？许愿的。迄阵哦，要知拢袂赴。我上帝讲安怎？佫互我一半，50的一半几岁？25。所以以后要求较长咧啊，毋好求一半就好啊。哪会知影我75岁到啊啦？所以我带咧等。人生75，我已经满了啦，所以2023年的5月2日开始，每一天我暗时祈祷是求上帝保守我，互我延暗好困。佫说了一句话我无讲，因为我毋敢讲，迄毋是我的主权啊。咱一定讲互我好困到天光，天光毋是你咧决定的。所以每早起我若天光目睭紧起来，感谢主，我佫活咧。人生75是安尼来啦，定这个题目有意义无？甲上帝讨一半，
我上帝予你一半，75岁啊，无你是要安怎？啊满呢？啊，我正话做战战兢兢，活一天算一天。所以我前本文2015，10年前我退休。迄个时阵，我的印象是2016、17，我伫咱的教会，伫遮咧斗帮忙。啊，做2017过，我可能毋捌来到咱南洋教会啊。毋过我逐所在、逐间教会来请安报告。人生70个，所以伫即种的下面，咱三个咧想，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历程，安怎来看三个赞助？头前努力活落去。阮做牧师的哦，上惊会友来讲一句话：牧师啊，活袂落啊！你是要怎哦？伊活袂落啦。信用毋通真做重担负担，活不下去。老实讲诶，牧师啊，我活袂落啊！啊，变怎？来祈祷啊，上帝较安慰啊，圣经的话啊。老实讲。咱的人生内面足艰苦，欢喜的代志较少，拢悲苦的代志活袂落，重担负担，咱担袂起。敬畏上帝，相对上帝惊，无将上帝放伫眼内。咱有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无你是要安怎啦？上帝你伫倒位啦？无你出来啊！所以即种的变作毋惊天毋惊地，啊，即种的违背伦理，毋若违背即种咱的信仰的顶面，你要安怎努力活落去？惊，互咱谨慎活落去。我请问，咱的生活内面，战战兢兢，即种惊是出自敬畏、敬畏，所以用听来转变做超脱上帝敬畏。敬畏变作敬畏，积极一听，消极变作积极。听主所讲，听主所做，听主所有，听主所望。各尽其职，主流有主流的角色。头拄伫遮咧唱歌，我老实讲，我足想讲，迄个囡仔哦，你著互伊去遐行来行去就好啊。总是咱做爸母的，拢一定老师一定拢就要甲诱导。足欢喜的，伊看伊这徛伫遐，伊若要甲人唱啊，唱无啦，袂要紧啊。毋过，我甲你讲啊，20年、30年了后，伊若做传教者，你就知，上帝你竟然毋是你会使决定的啦。尽本分，各尽其职，一直教会大汉成长。所以，主日咯安排伊献诗，教上帝的话，记圣经金句，所以听主所讲，听主所做，听主所有，听主所望。第二样就是坚持活得好。你毋若干那努力活咧，你著爱坚持活得好。毋是活落去尔，著爱活得好。你毋着活到足艰苦。生命是宝贵，著珍惜。了解生命的真相奥秘是礼物，也是机会。你甲看头拄仔迄个影片，无比看好的台湾队野球队，无比看好的遮个新安广电视台台中传播，这哪有前途啦？这哪有可能啦？当无可能，真做可能，你就知。人常常伫遐，人做袂到，人想袂到，毋过上帝的权力。所以上帝通过生命，伫每一个时刻存在，拢有伊的意义。当咱今日来到礼拜堂，你坐伫即个所在，有上帝爱你伫遮做的角色，你坚持活得好，因为上帝赐的生命，咱都要珍惜。耶稣的拯救，互咱享受恩典中的这种自由，通过上帝听的一个压权。上帝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互咱的生命，叫做听的生命发挥运用，活得较好。
才有一句话讲：疼上帝、疼人、疼家己。对顶面世界的关系，这种直的关系，较上帝、疼上帝；人甲人的关系，以及这种底这种疼人，以及疼家己。无法度疼迄个看会到的兄弟，你要安怎讲？你疼看袂到的上帝。信心甲你的行动行为都要一致。我信上帝，总是我无相信上帝的存在，会足奇怪、矛盾。有时咱的信心是安尼。我讲一个例，检查咱拢听有。有代志来找牧师，牧师就甲伊讲话，讲煞，牧师普通拢会带伊啥？祈祷。祈祷最后一句给我念啥？阿妹，吼，迄阿妹可比牧师较大声。伊安怎？伊将粪扫拢倒互牧师啊！牧师这边是垃圾回收厂，伊倒了啊，心甘愿爽快，起来，吼，感谢主阿妹咯。阿妹都出去咧，出去门都还未开咧，向阳滑头讲，牧师啊！他做祈祷安尼有准绳无？请问，这种的信仰是安尼？阿免比牧师较大声，总是行无5步门还未开咧，滑头讲问牧师讲，他做祈祷有准绳无？刘兄弟，咱的信仰是安尼，搁只礼拜三行出去，都还未到家路咧。我今日来做礼拜，听敢有效？上帝，你敢有真正听我？咱开始摇去啊！咱开始伫遐信仰伫遐游荡，所以坚持活得好。第三项，你毋若努力活落去，你坚持活得好，你搁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你都爱活得有价值。免当活得有价值，就是享受耶稣救赎丰盛的生命。咱伫生命是里面真受所领受的生命，享受这种救赎的功劳，道成肉体。顶礼拜咱敬祝过偌济。你看，迄个耶稣伫最后一礼拜迄种受难，压实入去到各个他，为着你我担这种罪死伫一句价顶，救赎的功劳活得有价值甲意义，互人看到你知上帝一定是真。或者咱会读《腓立比书》第1章21节的金句：活是基督，死得着利益。那呢，咱国家回应的诗是圣诗618首。你国家咧吟的时阵，你特别，我讲这首诗有意义啊！我想当要讲618首，这是我会记哩啊！我个别识的时阵，都爱甲我唱的歌啊。吼，足多朋友讲，什么人要生气也毋知咧安尼。我不管啦，都个别识，就爱甲我吟这首诗啦，因为我足爱吟这首诗啦。留兄弟姊妹，上帝的话圣诗618首，咱伫遐咧吟的时阵，咱安怎去体会迄个上帝甲咱三个体的？咱就信靠上帝，抛走天路无野线。所以活得有价值，咱安怎伫遐咧活得有价值？咱通过迄个搁只咧读的即个金句，保罗伫腓立比书1章21节，这是保罗的信仰告别。活是基督，死得着利益，互人看见你疼上帝。耶稣应允咱得着享受丰盛的生命。约翰10章10节。我来毋是贪，我是要互恁更较丰盛的生命，互人羡慕你的生命。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最爱记在圣经上，施比受更为有。所以我常常甲会友鼓励，若看到对我奉献，你绝对都要甘，你绝对都要为着遐需要的人甲奉献。总之，歹势。我毋知影顶礼拜周报有写讲，即礼拜是
大众团部要来募捐，所以现在你今日是砸100块要来礼拜现金啊，废去啊，啊要安怎？啊，咱电牧师讲啊，安尼就安尼好啦，好啦，感动啊。啊，毋过啊6月咱南洋主日礼拜就减100呢。啊，无好啦，无拆一半，一人50较袂散。你毋好拆，拆了到底毁坏国币，哦，你会叫人掠我讲。啊，无要安怎啦？会足简单，你100照常献落南洋教会主日的礼拜。啊，毋过你你这奉献底下业是遮呢？啊，这张要安怎？这张拜托甲我搭登去厝的，毋是甲我拗拗的做垃圾袋啊，是甲我明仔后礼拜才摕来献啊。林牧师南洋教会袂讲后礼拜无收啊啦，顶礼拜你无献无准算，所以我拢鼓励会友，你钱无走啦，袂要紧哦，摕转来后礼拜才来献啊。你今日有看到咱的周报呢？咱今日哪还会使为着顾偌济奉献呢？哪还会使为着顾偌济奉献啊？都袂记你献啊，会使啊！啊，你无准备，你摕转去献，施比受更为有。我退休了后，逐所在伫遐尽本分传道，退而不休，各尽其职。高林组前书第9章第16节。所以咱伫迄个所在，你去体会讲安怎尽本分，伫遐咧迎敬上帝。因为保罗伫遐讲者，我若无传福音，我有者有知，所以我尽本分。所以我一只鼓励咱通过影片，通过咱一只来为着大众传播来关心大道支持奉献。结论来讲，你我的性命愈定安怎？保罗讲。天马来后书第4章78节，普通咱来看到这个圣经，咱你就知影讲，看咱咧参加个别式的，精进好的精进，尽跑走的路程。所以，直接保罗若咧鼓励咱，有一天你我行到伫上帝面前的时阵，耶稣的面前的时阵，好好尽忠的路步，你甲我三个进入同，愿咱的人生努力活落去。坚持活得好，活得有价值。是咱的人生的中间，你安怎体会？伫遮咱成做一个光灯，伫咱的社会，伫咱的社区，三个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无完全，若毋是你的疼，阮袂通做啥物。今日来到伫教会，阮三个敬拜，三个服侍，也通过你的话。搁一摆，互阮知，伫人生的中间，阮怎样尽本分来各尽其职，应神一人。愿阮的哪句哪听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回应诗圣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请起立吟全首。但我们心。
咱游园徛着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竟是第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曾建民、魏庄信两位执事来施献。请起立，吟奉献诗歌。请坐。请咱同齐来读本周金句，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因为对我来讲，活是基督，死是利益。搁一遍，因为对我来讲，活是基督，死是利益。腓立比书第1章21节。这时，咱来用人生报告。报告大声，敢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请帮我们介绍。我在台南住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搬到宜兰来跟我朋友一起住这样子。我们欢迎他，谢谢。好，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4月20日小会有决议，有5位兄弟洗礼，咱家己来看名单。第2点，本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感谢郑宪仁牧师代表大众传播基金会前来请安正道，这是代表教会来感谢
郑县人为师母公拍拍手。请兄姐为着传播时间来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一场礼拜结束后，请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备办新。第三点，后主日是青年事工纪念主日，迄天是合堂上午9点半。是社青、学青担任书会甲招待，请服侍同工备办新。礼拜结束后有备有爱餐。第四点，因应各自的保护，要配合7中会，麻烦会友来填个人资料的同意书。同意书放伫招待桌，咱家己来填完以后，再交互办公室。具体消息：第一点，5月初3、17甲6月初7上午，伫罗东教会有甲台神有办一个生命转化课程，欢迎兄姐报名参加。第二点，6月初2伫苗栗7星中会有办一个灵修一日游，欢迎相连去友参加。第三点，6月初7拜六上午伫南城精英酒店。基督徒联导会有举办一个基督早餐会，请兄姐报名参加。第四点，7月初1甲初3，罗东教会有办一个卡基玛青少年门徒营，欢迎青少客来参加。第五点，8月初8到初9，伫立泽前思亲儿活动中心有办一个小马街门徒营，欢迎青少客参加。再来，第倒事项，有咱为着6位迄个会友吼，咱再家来看。注意事项甲顶主聚会出席报告，咱嘛家己来过目。事项表，请轮到服侍同工备办新会计报告，家己来看。若有毋对，办公室来更正。以上报告，老师要补充。来，兄弟平安。咱今仔日伫周报内面有讲到即个要请咱兄弟来填即个同意书吼。即个同意书就伫咧咱招待桌面顶一张即 A4 的即个纸面顶。原底本底即个同意书内底爱互咱写足侪字的啦吼，拢是写教会名，咱的教会名比话较侪啦，所以我请干事吼，佮重新佮重印过吼。甲所有爱听教会名的部分，全部拢总甲你复制上去。咱干那需要填的，就是咱家己的名甲咱的身份证，吼。如果若是迄个未成年的，需要有法定代理人来，在这个他的下面，咱就是签咱家己的名甲身份证。如果若是未成年的，则是写因的名了，像爸母填伫咧下骹，即个法定代理人。即个作用是要创啥？是因为咱即马这政府对伫咱的即个使用个资的要求愈来愈严。咱若是无写即个同意书，上简单就是第一个就是教会奉法，中会奉法，教会互发钱，若搁较严重的，无说互掠去关。其实咱伫咧教会内面会去使用，就是伫咧迄个上简单就是咱教会若咧办活动的时阵，咱会需要去用到咱的会友的出生年月日，咱的甚至迄个身份证字号要做啥？做保险，即个是咱教会上会用到的所在。所以要麻烦咱兄弟伫咧礼拜刷了，伫咧招待桌遐来填咱的即个姓名，甲着即个身份证，这就是讲咱有同意教会伫咧即个若有像讲办活动的时阵，使用的时阵，咱有即个同意书，以后政府伊若来甲咱迄个安尼算讲来甲咱查核的时阵，咱确定讲咱有即个物件，通好互政府来甲咱查。这毋是讲咱家己挑故意要家己安尼做，是因为是政府要求，所以咱就伫咧迄中间来配合，嘛毋是干那只有咱教会是全台湾吼，咱7星中会部分由7星中会中委会这边遮行文来互咱各教会
咱就伫迄中间来配合，所以请咱兄弟会通安尼同齐爱记哩哦。头拄即内底，因为即个部分是需要你家己来勾选的吼，就是伫咧你的名的面顶面，还佫有一个伊写讲，我已经读过面顶的遮个资料，佫接受面顶遮个迄个上述的同意书的内容，咱就伫咧即个所在即个签名的面顶有一个勾选的所在，爱甲拍一个勾啊无变做讲你敢若有签名无勾选，安尼叫做无效。所以麻烦咱兄弟咱同齐来配合上主要是要帮助教会伫咧推展事工的时阵，会通有真好的咱袂去拄到一寡无必要的遮个困扰，帮助咱伫咧事工，特别是上简单就是亲像讲教会若假使讲要去野外礼拜，咱一定会办保险，迄是全教会性的时阵，咱若讲为着要办保险，阮变做佫一个，佫请你佫订请一届，所以咱着规气拢总写编伫咧遐，教会伫遐囥咧保存，因为即马即个个人资料的即个使用的部分要求真严，所以亲像讲咱刘兄弟有当时咱要联络教会内面的某物人，我牧师是伫咧即个部分是足紧张的，因为有当时亲像咱的不管是各团契要出去倒位去活动，我拢会要求讲，你一定要办理保险。你只要出门，你一定要办保险。但是要办保险，即马咱上简单就是伫咧群组内底，直接就甲咱的各资全部都抛上去了。我一看到马上要求抛的人爱收回来。因为这个是叫做公开啦，伫咧赖的这个群组内底，这拢是叫做公开的资料。人看到你这个资料了，要甲你摕去倒位使用，咱毋知。所以牧师伫咧这个部分是足谨慎的，因为牧师嘛足惊去互掠去关的。所以请咱安尼会通像讲，咱若咧传各资的时阵，你那个只能做私下传。私下传，而且是只能传他个人的。咱若是讲唔知伊的个资，咱要办理保险，安尼你干会使，你一个一个去问说你的个人资料，我甲你添倒来，甲你添倒倒来了，安尼咱才会使去使用，过来就是亲像讲，有当时会友要联络某物人，当然咱即马用赖的迄个机会真济。我们用赖的机会很多，但是那个可以做很好的联络，但是有的时候会有联络不上的时候，所以有当时有人打电话来教会，问干事，也是问牧师，讲牧师迄某物人因兜的电话几号？牧师会使甲你讲无？袂使讲呢，伊即马安尼是袂使讲。我敢若会使做啥物款的代志？教会干事敢若会使做一件代志，就是你家伊询问了，伊讲好，我打电话去问即个某物人，伊有同意要接你的电话无？换伊打电话互你啦。安尼你知影？就讲你敢若会使你留你家己的电话，要求干事讲请某物人打电话互你。敢若会使用安尼即马因为这是个资，包括电话，因为咱即马迄个诈骗即个行为真济，所以有足济即种保护的措施伫咧遐所以教会咧包括即种资料资讯的即个运用，拢爱真细腻，所以嘛是请咱兄弟会通好谅解有当时。毋是干事无要互你电话，是因为这有个资法的要求，袂使互你电话，爱安尼透过层转换，所以请咱安尼会用谅解，嘛请咱兄弟同齐来配合。以上。谢谢牧师。这是咱来做伙吟上扬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银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俄罗天顶主宰。
我满心感谢你。虽然阮每一个人对主你领受的运费无共款，有人安尼到70，有人勇壮到80，甚至搁较悬。主，但是伫即个过程内面，主阮欢喜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呼召，互阮伫安尼逐时刻，阮不时安尼不得时不得时，阮拢要诚做主你宣教的器皿，互阮伫生活中会通时常来见证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所做奇妙的事，互人因为阮生命的改变，互因也欢喜来接受主你的福音，来互因的生命也伫迄个中间，也来因为接受主你的救赎恩典，因的生命也要得到改变。愿你的神不断来感动阮、引带阮。互阮毋是干那诚做迄个听福音的基督徒，乃是阮会通诚做迄个宣扬主你福音的基督徒。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灭道闭会。